北定率7郡往上，私藏金矿，挟附同谋，明知十二宫为非法之徒，还与其中匪首交往甚密，不严加惩治，不足以平朕心头之怒。陛下，微臣还请陛下三思。沈瑶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陛下，北定帅此番虽被夫人蒙蔽，但并未与十二宫勾结。但京城彻查此案，逆贼木已成舟，北定帅已尽全力去弥补此事。若陛下定要发雷霆之怒，臣万不敢请旨结案，草草了结此事。望陛下。沈瑶，朕刚刚夸过你，你现在就敢忤逆朕，你是想与这逆臣同流合污吗？如果你再敢多言，就把你交于刑律司，与北定帅同罪论处。陛下，且慢！公主驾到。儿臣参见父王。端纯公主千岁金安。我是怎么回来的？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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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主。玉大人，高公公，玉大人，近来这刑律司可真闲呢，这家事琐事都由咱家来处理，这国家大事，不还等着您呢吗？哟，太医，公主的情况怎么样啊？回高公公，公主殿下并无大碍，只因失血过多，一时又受到了惊吓。所以才陷入了昏厥。臣已为公主下了对症的方子，调养2日，便无事了。无大碍就好。这公主殿下，你们可要好生看着。近来这公主天天的往宫外跑，皇上也甚是忧心。你说对吧，玉大人？哼，玉大人。双儿，公主，公主有何吩咐？我睡了多久啊？回公主，您从昨夜被送回来时就昏迷未醒，至今已有1日了。双儿伺候您吃些东西吧。昨夜是谁送我回来的？是玉长风玉大人。玉大哥，这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可还见别人与他一起？奴婢不知，玉大人将您送回来时，您已昏厥。
奴婢们都吓坏了，都忙着照看公主，实在无暇顾及其他。那沈瑶呢？沈瑶她……不行，我得去找她。太医说公主需要进行调养。公主殿下，既有医嘱，还请好生休息吧。咱家见过公主殿下。玉长风呢？我要见他。公主千金之体，还是按照医嘱，好生休息吧。哼。高公公不在父王跟前，跑我这儿来干嘛？咱家闲来无事，自然不会来此叨扰。只不过，咱家是奉了王上的口谕而来，秉承王上懿旨，自然要替王上分忧。公主，不如接旨吧。公主多日不在宫中，王上甚是思念。此次回宫，还请公主安心静养，闲暇之余多陪在王上左右，就不要再出宫了。公主，请起吧。哼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不知道？你告诉我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公主，恕咱家多一句嘴，都是前尘旧事，就随他去吧。公主，您是何等尊贵，千金之体，让王上如此惦记。况且，公主您的身子可不是自己个儿的，您的身子关乎着江山社稷，还是安心养病吧。你们好生伺候。外面风大，可别让公主着了凉。哼，耍心眼掉眼泪，这些年咱家也见得多了，你们可别耍什么花招。走，关门。高公公。公主她……哎，玉大人，公主的病情全由太医照料，想必就不用玉大人操心了。另外，这定州之事刚刚了结，想着刑律司中也有很多事情要叨扰玉大人。可公主她……哎，这北定帅府之事刚刚了结，王上还等着您去禀报呢。请吧。带上来。
你是把为父的叮嘱抛在脑后了吧？儿臣听闻父王要降罪于沈瑶，请恕儿臣唐突。儿臣今日前来，只为一人。朕曾与你定下3月之期，让你去行律司。如今期限已到，你是否也应该履行你的诺言？儿臣不敢忘记。自此之后，儿臣再也不会进入行律司。库容部赫连王子已经抵达京城，再有1月，你就要和他成亲了。端纯。望父王放心，儿臣定不辱命。好，都起来吧。多礼，南朝与库容能促成今日的和亲之喜事，还多亏你父王的全力支持。你父王近来可好啊？多谢陛下记挂。我父王虽年华垂暮，不过依旧率性骑猎，手刃所获，一人之力可当10人。素闻尔库容部库外游历，想我朝以武开国，长久以来却文以长治。今日听得骑猎之事，竟有些生疏了。朱爱卿要劝诫家中儿郎，不要放下了手中的3尺之兵，要勤加休息才是。是。朕已为你们备下了酒宴，为王子接风。杜兰初，此事交你全权负责，定要让王子尽兴而还。微臣领旨，定不辱命。多谢陛下。玉大人，见过杜大人。这定州一案，劳苦功高的是你玉大人呐。今日朝廷封赏，玉大人更是高风亮节，不争不抢，愿承沈瑶之名。这沈瑶还是太年轻，不懂得规矩。公主是什么人呢？玉大人自幼就和公主一起长大，都不是想见就能见的。可她却……嗨，这毕竟是宫中，凡事更应讲究尊卑。玉大人有时间可以来我杜府一叙啊。遵命。
去看看那边。是。来了！谁？还有这边，快！这边来几个人呢？看看，快出来！来了！哎，水来了！给你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别喊了！你们都回去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出来。公主，公主，回去。是。是。